有人有人。已经差不多120-130公分了。嗯。好，然后已经确定那个安全帽是一个换手。来，那个绳子往后拉。哪个拉绳？目前看不出来。然后附近啊，再找一下。长背板下来，还有没有人要下来？那大声不要下去。先往上游拉。是不会这么快的，那你前面那个可能压上，下坡。那个开路旁边呢，那个空地啊，那个随便让不了。用到吧？他们应该也有一些，对面加一直在这里，加一直在这里，加在一次，好不好？对吧？这个抓回去啊。那个安全帽不会飘，现在请教官就过去下去看。快2公里，对吧？到出事的地点了，刚刚到1公里多。从撞击点到这边大概2公里左右。他们现在有放水了，这样子就会比较好走。有没有一组人在往前？对，然后那个消防弟兄要小心哦，他已经过腰了。小心哦。因为这边可能就万一这边可以往下走。不行，已经到我快到我脖子这里了，已经到我胸口前了。放心哦。等一下，红小出来了。等一下，红小出来了。管理长，等下进去再来动，往后，你往后走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我们回头一下，往后走一下，进去再来动啊。对啊。
你们不用到这里去交通的问题。一组人到局呢，就是刚刚8点那边还有一组收就在这协助。你看他丢绳索给你，等一下。好吧，当然这个呢，一个消毒工，这种人。韩东那边他选的，因为他机构会很紧，那个人很大，没关系。稍微低一下。这里找我。拿去就走，那个路那个很大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回去把沿路能调的就调，沿路的监视器。对他从哪里来，能调就用能调，好不好？好。这边还没有清到，先走到那边去，走到道理，然后再从韩东这边往上走，然后我会给他拿。那边有踩到东西就先确认了啦。这个都是死的，这个都是死起来的，哦，有都是的，那是不是吗？这一段取管我就往下走，它上面刚做爬过来。我看少林车的后面，在这里后面等到那个大体要出来。本辖30日22时53分许，36岁吴姓男子驾驶引小客车行经金陵路7段与快速路1段985巷口时，与一部重机车在路口发生碰撞。撞击后，18岁林姓重机骑士与18岁吴姓乘客均摔落路旁大郡中。林姓骑士寻获时已无呼吸心跳，经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。另吴姓乘客仍下落不明，消防局正全力搜救中。警方初步调查发现，引小客车驾驶无酒精反应，另调阅现场监视器，引小客车形象为绿灯，机车疑似有违反后置管制规定之情事。至于本案详细肇事原因，将由警方持续调查与厘清中。